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客家电视台也每一个礼拜日嘅连晏頭6點有一個新嘅節目，按做日頭下日講講。節目地度有搭載鼓、講串呢，還有大作劇、賣嘴花，還有短劇。當然，一個表演所講嘅全部都係客話，韓國台灣主要嘅5種強嘅客話都用到嘅。搭載鼓、講串呢，還有大作劇、賣嘴花都係南土當高嘅語言表演藝術。韓國唔是講要用清真嘅客話來講，還要注意內容係咪生氣個聲音。故所節目地度嘅演員做得講係每3人都有佢嘅專長，講、學、聊、唱樣樣精通。佢為節目嘅第一個單元，按照就讓介紹一群由客家語言藝術發揮到淋漓盡致嘅演員。小人感觉黄飞鸿无影脚，干嘛做嘢啊？哎呀，我會見面心地笑，西人睇人呢，體擺肚到，用人萬事哦，沒玩笑，來，要用行個加速度，來咬得人做你什麼嘢？等緊武術，電氣給他強攻，中華老師武山慢慢地台樹下苗片面前擺攤呢講武將大夫嘅故事，本片從事懂點情嘅客家種，而下變到動腦嘢。唔過記得唔係啲嘅講錯呢，係啲嘅賣狗肉。同志朋友，大家好，來呢邊，唔係同大家講，武將讓我大老虎嘅。後來大家介紹，你武將身體做乜按執，身體做乜按好，有武功來，一強攻咗。哪邊學嘅？來，要看到冇？要看到冇？愛客家邊疆神奇嘅對話搭配生發嘅表情老動作，去到人人嘅面前，冉冉用共創藝術嘅方式，老透過種下就功夫賣狗肉嘅情形做到動身法。也係客家共創藝術第日擺地天使紅做。哎呦，好少影像我春節冇上過，唔過啊，家下就即刻看啊，糖呢條幼苗唔是糖果呢。我識翻譯冇啊？唔好啦，你唔靠，這個係咩行做嘅？使唔使啊？你過期2年了呢？點啦？好生人啊，錯啊唔錯啊？過期2年的東西敢拿出來賣啊？不是曬人嘛？你企喺唔該冇講。老日版嘅客家節目都冇強調，佢唔係客家傳統戲，唔係從客家山歌。係主持人咪係節目企劃嘅羅志玲認為，用公然劇場嘅方式演出，做得本觀眾客強鬆嘅了解客家嘅語言老文化。你目前嘅是從你扮演你頭擺客家種，就覺得客家種對唔到咧，要帶到動到冇強容強頭，冇強容提起，類似冇強容提風嘅客家人，大家強到強下落帶到呢一片咧，是從因大家都打嘴鼓啦，大家都強下料啦，要順下看到落原來你客家話係神奇，客家文化係豐富。電視機烏雲腳，烏雲腳啊，跳出來啊！跳出來。當地嘅劇頭冉冉行台鋪嘅通傳，唔單淨係節目嘅基本冉冉，咪係編劇老頭冉淡跳動創。唔過佢唔講辛苦，係講節目做得順時播出，得到觀眾嘅肯定。佢講按用音做得咧。用都市台樣講聲嘅，唔係講出來啊，平衡就唔係啊，講出來以後一出一多幾太幾，你聲音就會成日作品啊。我相信你做拖延，你做節目嘅唔重要。排練一出一播出，張生個咁得圓滿。哎呀，老天啊！點解變劍轉起冇要按重啦？唔咩劍轉，不過話留劍轉嗱，差唔多。計乜嘅東西按得起？約嘅。55歲嘅通傳係苗栗客人，後生時節就來到台北發展，引到電視台做戲，越做就係35年。啲國內電視嘅各種戲劇節目都做得看到佢嘅演出。回到本哈拿多嘅人談到客家話，佢假日咧才冇乜嘅錢，有辛苦嘅客家表演工作。禮拜佢哋電視香港客家搭嘴鼓，大家都唔敢有太大嘅期望，還有人認為節目天長冇法度做動久。要有人接嚟到個，冇可能啦！該相聲的節目啊，不可能做電視節目，就算能做，也不長命。
我哎呦，我就睇到人嘅就說當唔緊呢個，愛做唔愛做，天人用愛做唔得。於是佢嘅熱情，通常講無論幾困難，未愛捱來捱去捱下去，好得佢唔係日間人天天。搭嘴鼓係利用共學鳥蟲來表現嘅一種傳統工廠藝術。北京化工到東學嘅查小玲做搭嘴鼓表演已經有20年咧。佢講搭嘴鼓最重要嘅係要有節奏感，有主角、有配角，公公了了，創造對本觀眾聽到哈哈大笑。我們講一個捧一個逗，啊有捧必有逗。你講一句，我講一句，佢最重要嘅其實人講彈牙弦哈，最重要嘅就係個節奏啦。講法有節奏，其實一講都當詞語，就像我們都聊天用嘅。不過你不用看起來，你都表演呢。艱苦存心幹。好啦，唔是按艱苦啦，啊，家老唔講笑的啦。啊，真的嗎？按聽吧，好得有驚驚動電哦，希望佢再挖到後背去啦。6年前，還忙用應用客家搭嘴鼓的時節，查小玲老通村是已經開始表演客家搭嘴鼓咧。查小玲小人講，搭嘴鼓幾動強，唔過用客家搭嘴鼓對佢來講就冇按過咧。我就拿到一段劇本的時節哈，我冇法度講直接就用客家話用配，一定要用國語啦配熟，直接用客家話啦反轉來。有時我讀到個東南講的詩，就會有困難度。對人也讓佢表演客家工廠藝術，對佢來講係第一擺。雖然有20年嘅舞台表演經驗，不過查小玲認為填寫錄像點都很難，因為冇觀眾都難控制現場嘅氣氛。做舞台的話很輕鬆，因為有觀眾，他有互動，有觀眾一些裝嗓啊，有泛音啊，你就知道哇，會比較嗨嘛，一定。那昨天是吧？因為給他地方明明抵擋後燒，不過因為沒有現場的那個做後製，所以你就知道個反應就沒有那麼強烈。記得這個老練瑜伽，老也順啊，春天你打廣播片。同期的了，同期的皮的垃圾話啲練散歌。客家工人劇場嘅人人未做錢都係專業人人，大家都有自家嘅條路。不過錄像之前，佢哋都會青春時間強下裁判。蘇杭大人逐漸嘅工人故事，同時還來老故事都嘅各則角色做出來。仲存產嘅大逐漸賣嘴花講到動精彩，你做得睇得出佢係做乜嘅條路嘅麼？那個打什麼意思？不是停頓，告訴。俗話說，人無遠，打人就閃板的意思，後起拍子啊。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達人無遠慮，達必有近憂。原來仲存產係小學先生，先生了工廠表演看起來冇乜嘅關係。仲存產係啲國小4年生嘅時節，唔讀好啲廣播地圖，聽到搭嘴鼓嘅表演，是對工廠藝術有嚟動態嘅興趣。除睇慢來去看表演，佢未親嚟動到老工廠藝術有關嘅資料。兩下佢未去到舞台上表演工廠藝術咧。基老腳骨，強介南無人嚟都市踢過去，啪！撕了一踢，是糖豆，金陵狂浪平林花啦，你個南無人是開嘴嘛？阿妹哦喲，你係馬上按優秀，看看提升地步，你看係冇辦法，都在搬轉屋下咧。大逐漸賣嘴花係啲中國傳過來嘅一種共傳嘅表演方式，表演嘅人節奏而家表情來比平常許多。見講見做係來見大逐漸嘅係南土客家嘅共創藝術。
中村餐嘅大作劍賣罪法從頭到本演動起態，因為佢嘅表演做唔得天係講講錯在從頭過來失敗。不過中村餐就係日本等失敗講睇鬼團嘅大作劍賣罪法。打到慢來拍了張溜金髮，伊一片相是一片行。拄到壞人愛人家，出來人家，兩款做法唔會差。突然間有一個男模人去頭前，身材高大身體窄，目珠大。一般來講摸大字報啦，一看大字報該容嘛唔錯噶，因就表現有聲音表情，還有本身的表情啊，做什麼是什麼，做誰來是誰來啊，面來冇強樣，手來冇強樣啊，還步伐有嘛冇強樣啊，該。教驗是冇咧。我睇視報做得看中村餐表揚之前，天才為老劇本配到動作，因為講超導演佢係從頭控地無卡度嘅片手配台詞，透過佢係是認為配台詞本人把到係點呢？上下是個冇開些了，去到學校頭前沒有只該電了，都喺邊錯人字都喺驗，按報妹哦有家長是講啊，喲，佢合體國小該頭前用特別要計已經都喺射驗，佢到底係電啊嘛，報妹上啲係嗌啊，家時都喺配啊。有什麼？哦，電腦唔見呢？做廣播老配音工作嘅劉惠年，大埔強客會工作同好，平常時做頭路動無限，是有時間就3萬配台詞。去到多擺個時間，冇是做些個時間就上下個台詞咪，哈，這樣開始當然冇選啊。經常我想，你幾番用上講不較好，較有抗美啊。廣播老配音就係幕後嘅頭路，日本人試探係到劉惠年嘅聲看唔到嘅人。對劉惠年來講，去到鏡頭面前表演，唔但唱係老台詞配好，面向嘅表情變化，甚至係個用扮演向台譜代注意到，全是係動態嘅考驗。想表演嘅話，唔是同一個想表出來就係呀，其他唔是關啊。那講天時行嘅話，除了相之外，就是那個行為哈，個有動定鏡頭嘛，鏡頭加點啊發係樣數，冇是講反正係安尼，就都動到啦。叫三們出蟲，講夜裏來呀，是新年，長順阿哥金毛秀。我感覺做戲哈，唔是隨便個劇本哈，表現也個感情，有啲機會也接觸啲戲劇哈。我相信到時啊，笑法唔像普通人嚟，聽出來太笑了。我講呢種嘅同時間表現開來，有感覺哈，當好。講台劇就戲劇去了，那後面那個國語就可以照辦。本身份食了，本身份食了，你就想要演房。就想要看演房。眼皮嘴全是六樣咧，通常老茶小領導動無限，見化妝下來見配台詞，希望見本人強融入動好嘅演出。一片化妝下來一片對台詞。哦，嗰啲咩之間會煩惱，會強心講，喺唔係2-3年咧，配合喎，喺唔係講唔拉熟練啊，因為大家動無限，我。杜強下來，共同來練呢個台詞嚇，按個時間冇乜多，故所講就利用1分1秒啲化妝嘅時間，反正在座嘅聽筒就利用按個時間來對台詞，就希望講做啲本地行較熟練定位。化妝師嘅另外一篇，中村餐是概念的順頭經典嘅大作劍賣罪法。怎麼13年空到2位呢？哦，練啊！先練就好，因為教下水錄咧哦，冇練就好，教下水 NG 動作。9、8、7、6、5、4、3。你看身材有破寬嘛？夜陽旁變做咧客家工人劇場，嚟到人老大擺嘅演出都看作係一種挑戰。無論係用客會做戲、特罪股，亦係大族夾兒賣罪法，也勸客家共同藝術家本人哋看到咧傳統表演藝術嘅精彩，未本人哋知道咧客家語言神奇嘅味道。
做戏做为35年嘅唐传，一直到最近几年，将有机会用自家嘅模拟来表演。佢讲用客家表演一时都唔难，难嘅系写剧本，而有内容又爱做得充分表现出客家嘅特色。故所佢蛮耐嘢去寻资料，从头无限到连半梦都同佢想剧本嘅事情。其实唔单止系唐传，日头下日刚刚地度嘅米莎演员都当3万嘅来做，也前动手，各有无万嘅人爱做嘅客家戏剧表演工作。有人说佢哋啱，佢哋啥做到千欢喜，因为对佢哋来讲，做得发挥自家嘅才华来传达客家之美，就系最好嘅回报。棒球一直都係台灣中小學地度最受歡迎嘅打球嘅運動之一，當地嘅學校都有成立棒球隊。為到啲比賽嘅時間拿到好成績，一般嘅球隊都會嚴格嘅透過球員，甚至可以其他嘅學校搶好選手，慢慢嘅去比賽。不過接下來一隻球隊當貼片，球員高嘅、矮嘅、大球嘅、老粗嘅都有，差唔多係一隻七牌員，只要唔想嘅打球嘅都做得緊熱。球隊冇乜嘅錢，冇自家嘅球場，打球嘅嘅加拉貨也係爛爛寬寬，連教練都係家長出錢搶嘅。我也係隻七牌員，實際上係講教嘅，成員爭4年，今年就拿到嘅世界原始棒球大賽嘅屏東縣代表權。其實你一翻到5相片，就帶來認識屏東縣高樹鄉嘅高樹國小棒球隊。當主張過，伊頭前來一群細人嚟跳到西火茶檔，佢哋唔係愛去教，係愛去練球嘅。佢哋係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小棒球隊嘅隊員，因為學校場地唔大，到咗禮拜1、2日嘅下晝頭，佢哋就來到鄉壘球場練球將訓4點鐘。練球以前，照例做先熱身，先走3圈操場，停就係2點鐘嘅攻防練習。已經係5月咧，南台灣嘅日頭清托，4年嘅打3人全部流汗流到濕嗒嗒嘅，3萬人唔講辛苦。成立咗4年嘅高樹國小棒球隊，成員都係學校中高年生嘅學生嘅，只要有興趣做得加熱，冇經過特別嘅拓選，也唔會像其他嘅球隊，或者其他學校來簽人。所以球員打3人看起來素質唔係一整齊，有的4人嚟看起來特別醜，也有的看起來動太球。聽說你才25公斤，是不是？你現在27了。哇！因為冇特別練過，冇特別同那個一點眼神，冇譬如譬拉教嚟挑選過，哦，喺一個完全由學生嘅刺痛嘅廿二人。伊希望有興趣嘅來報名，同我哋呢個球隊來報名來參加。一般來講，學校嘅球隊全部會嚴格拓選隊員，體格、體能、球技全部出去條件。球隊嘅教練大半也係專職嘅體育先生，希望就會聘請專業嘅教練來做。不過高樹國小嘅棒球隊，實唔係完全一樣。實際上來講，要老師去帶領一個棒球隊，可能就他的工作內容時間上比較困難，所以我們當初有家長他們非常有興趣，也很熱心，他們就是說自己的子弟要來參加這個球隊，那麼他們也義務的來幫忙訓練。
其实棒球吹掌成立的时间係由學校嘅體育先生來做指導。不過一個先生大忙到1年就離開學校嘅，佢當時學校考慮到經費還有師資問題，打算改善球吹，電到去學生嘅家長和地方嘅人士，唔想看到細人嚟失去一隻打球嘅機會，結果大家就出錢出力留下嘅球吹。佢看到咧細人嚟嗬，然後打那個棒球嗬，係有本身啊做警察咧。2年嘅時間都來教育細人嚟打棒球。賴獻堂本身就稱好棒球運動，看到細時節透過學校成立嘅棒球隊，就主動表示我來做義務嘅教練，還帶着2隻細人嚟向下來教球嘅。因為經費唔拉，球隊嘅經營十分嘅辛苦，爛嘅球技全部做喺保庇，連是有嘅球嘅，假使打到太遠嘅。天下轉播以前，傳出嘅小朋友全部係負責攞球嘅簽進來，至於其他嘅硬體嘅設施，最有熱心嘅家長義務來維護。一個催人嘅爸爸騎喺奧多拜，頭頂一個彈簧廠家替球場離開呢，其實就係為到老女一個土地路平來，本細人做得自然又安全嘅練球。佢喺今年小學3年生嘅球員，許尊陽嘅阿爸許貴典。細時節傾向打棒球嘅佢，當歡喜拉嘢做得同佢完成夢想。在小時候的夢想沒有辦法去完成。那現在小朋友都已經長大了我們高樹國小又有這麼好的場地讓小朋友來練習我的夢想就是也會跟着這個棒球在實現。許尊陽嘅2隻脫骨做嘅阿哥，本身也係高樹國小棒球隊嘅隊員。許貴典老本陽2隻3年人來，當然就會到球場看過來也到。球員一喊佢也到係球爸、球媽，因為佢2隻，其他球員嘅家長也放心不少。其實等於像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已經密不可分了這樣子。然後球隊的每一件小事情啊，對我們來講都牽動着我們家裏每一個成員的情緒起伏，這樣子都蠻大的。本身只係想伴細人嚟快樂嘅打球嘅，不過漸漸嘅家長、義工、先生全部發現，有細人嚟越打球越有興趣，也越打越好。結果大家就決定花錢請一個專業嘅教練。31歲嘅教練涂金德係前中華職棒時報引退嘅選手，也是代表台灣參加 IBA 國際棒球協會嘅比賽。因為熱愛棒球本身又係高樹人，就辦義務嘅接下係高樹國小棒球隊嘅教練工作。方式是我都對迄個傳統學校安尼啦，個別啦變個別啦，哪一個年級較歹加強什麼會安尼啦，無可能全部攏共款啦。為了啟發細人嚟打球嘅動力，涂金德嘅教學理念係快樂打球嘅，佢唔用罵人嘅方式來教細人咧，只要細人嚟有些進步，就會本佢哋鼓勵。專業教練嘅建議，本高樹國小棒球隊嘅球技越來越好，頭擺連演級比賽全部對唔到嘅佢哋到，今年一打就打入為屏東縣縣前3強，晉級為全國嘅小棒聯賽，隨後資格評估。還有打敗嘅其他嘅強隊，成為第25屆 IBA 世界少年勇士棒球賽全國選拔賽嘅屏東縣代表隊。按樣嘅好成績，日本棒球隊豐盛嘅規則高樹國小3年生嘅莊浩鑫係學校嘅模範生，項嘅成績也係前幾名，書法也寫得很好。不過也係佢稱好嘅就係棒球。今年球隊在5週年，莊浩鑫當然做花幾下點鐘來練球嘅。也唔識放棄學業，我同時兼顧打球嘅勞功課，阿妹可能錢唔攀得。就是像要蹲下，然後要做很多事，然後還要趴在地上，像那種阿兵哥那種那樣爬的那種，也都有。然後身體就會那個摩擦就會受傷，洗澡就會碰到那個就很痛。看伊有安尼個受傷，幾來會很耐痛吼，都會想盡辦法都同伊安尼，譬如講伊都酸痛啊，都會用給他泡澡啊，去泡澡去緩解伊嘅疼痛安尼，都盡量都鼓勵伊安尼啊。好得不卡靠弱點，莊浩鑫練球嘅所造成嘅偏弱傷，
也要全部做得切割处理。人一個吹葉楊子橋做無按幸運，去年做100練習，因為把雷動作太大，造成的背囊挫傷，傷勢相當嚴重。醫生跟我講，我可能長大，有可能會長不高，有可能要開刀。5年生嘅楊子橋今年11歲，雖然因為打棒球受傷，佢喺當年來練球。做臨時工嘅阿妹楊玉娣，受理佢嘅身體狀況，有限就為了球場來看佢。迄時陣是安尼講啦，啊，如果冇會打，冇會參加球隊嘅，啊，要買王牌投手啊，特地來打，佢講唔通啊，都槍也嘅講唔通，啊，冇其實搞鬼怪啦，睇我搞鬼怪，好囂張啊！楊子橋前後打棒球，轉到屋企還會請好朋友共下練球。唔過佢哋所用嘅球嘅含有球棍，全部做切割用報紙做嘅。球用做呀？用紙過來地背用安尼，用個膠帶纏，用膠帶個纏邊安尼貴啲，邊樣硬安尼啊。一道架球技對佢哋來講，就像正經嘅強用珍貴，不管打到哪也要認真來。跳下來就斷。有沒有看到之前？單親家庭當中成長嘅楊子橋，前崇拜嘅偶像就係王建民，這個也係吹上主力投手之一。對球嘅當有家私，比賽時節也伴鐵吹嘅打擊手感覺到壓力。金彩湖成行嘅所努力嘅球嘅，期望這個以後做得老王建民同樣，喺球場當行發光發熱。喺球員教練家長嘅共同努力之下，高數國小棒球隊今年總算打出好成績，特別平龍縣參加全國大賽。不過因為經費嘅問題，佢哋採取咧就冇辦法出去比賽。因為小孩子出門去比賽，什麼都是我們家長自己整理，自己去張羅就對了。其他，可是我覺得是說，因為這個球隊真的說實在的，要帶起來也不簡單啦。而且我們也沒什麼經費，所有經費也都是我們家長自己募得的。球隊第100多位人士參加幾項日嘅聯賽。理費至少做19萬，獲得旗下嘅三星人士熱心捐出，經費總算有嘅，生意呢也做得起放心比賽嘅。比賽前一晚部，教練替片隊全體出演，心情很發。高主席，打一場漂亮的帶回去高數。有沒有信心啊？好，那今天那個等一下9點半。要就寢了，早點休息。好。大家都晚安。球隊第100係到老輩在卡上，比賽以前會緊張，但係出現全部當然所以落。前後輩還係一個媽媽安慰照顧，新一年再一扎扎開始正義賽幕。早上7點忙到，雖然特賽員準備好些前往嘉義市立棒球場，根本有一對戰嘅係11號嘅雲林縣客莊國小嘅棒球隊。一開始，高數國小就展現了嚴密嘅防守，本客莊國小攻擊困難，分數一直掛人。第2球落地上跳下板，高數國小維持強大嘅攻擊火力。連續打出3記安打，2球獲得2分。球球上班後，比賽提前結束。高數國小用6比0嘅分數太陽客莊國小。緊不緊張？不緊張。大聲一點，不緊張。不緊張。為什麼？為什麼不緊張？好少的球赛，今天会赢。对，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们投手很好，也很强，扣球都很准。那赢球的感想怎样？会挑吗？会，很高兴，很高興。大聲一點。第100參加全國大賽只有1號嘅成績，高數國小棒球隊也到4年嚟正經係強化嘅。
也不过经验唔简单，也绝对有价值。虽然前后辈记得冇办法在全国联赛金贴，不过对一群来自屏东乡下嘅生意来讲，也已经系千大嘅成就。一对生意打棒球本身就会味到快乐，做得快乐打球比乜嘅全部都重要。一早冇乜嘅，做得健體幾日條嘅棒球夢。虽然係雜七排拳，係做得打出好成績，除咗因為一群新人嘅好打球之外，家長嘅支持和付出係本球隊成功嘅最大力量。有人講學音樂嘅新人唔會變壞，以下也有人講好打球嘅新人唔會變壞。看到有條新人為了練球，用球報紙自家做棒球、撈球棍咧，還係打到當歡喜，唔係咩吃到當感動咧。看到有條新人分棒球嘅長途，一場也俾人看到嘅台灣棒球嘅希望。我中大嘅，我西社，我也出搬來台北士林，要出你那個中影制片廠嘅編選了。讀初中那個時候是初中嘛，我讀台北中學，好像3年級的時候我就不讀了，因為電影界吸引我，因此我就進了中影。電影中啊？一開始進去就是拿油漆刷子。做呢行啊，主要是一開始做卡所謂啊，所謂卡位章哈，章由我幫你調色。當年啊，兩位生的啊，他對啲台灣生意啊，傾向，所以傾向做師傅。當然咧，你啊東西。幾個現可能，當然嘛，青山嘛，雖然係講卡索誒，但是兩岸色啊，要屬於一種藝術性嘅。我們現在屋頂啊，屋頂這橘色不好了嘛？對，我在想啊，乾脆這一個磚塊就直接用這個橘色用畫的，對，橘色。橘色哈，然後這個。這個照這個一模一樣。照這個。好。綠的底啊，然後黃色的那個菱形。好。然後這是刷七彩。好，這裡面是蘋果綠的。好。專業出來做油漆啦，出來做布景啦，尤其呢款色啊，西港要做呢款色啊，大部分全部做攝影棚底部度啦，佢唔係生意睇，所以做嚟講哈，越做越有興趣啊，做嚟講啲生意哈，到你啊60歲啊，做犧牲嚟嘅，做嚟講還是越做越高興。检查一下会有跳钢丝吗？有啊，看对，空中翻一圈夹疲劳，哎呦，哎呦，光束，按摩啊，神七懂神七，落困难搞普推希，数字352，你跳高，捏公鸡，夹沙林，变数样，大嘴鼓，笑眯眯，听错记得数困，你跳下捏公公哦。上到節目現場，今日最後一個單元也係同棒球有關。台灣職棒王建民也今年開始喺美國職棒大聯盟出頭天，本國內又開始流行嘅棒球。王建民成為當地人崇拜嘅對象，也有人當頭嘅神馬為台灣培養下一隻王建民，
今日俺就叫介绍其中的一项。台北县狮子国中棒球队的总教练钟永文是新做动的行业，佢哋狮子教为21年的棒球，教出来当到国数级的选手。钟永文教球的时节，当严条无收面，平时对球员实系照顾到好势，球员对佢系又敬又尊敬。记者罗芬生、老范群分就带去了解一下慈祥的魔鬼教头钟永文。弹跳算好，确实不一定要冲。没有垫步的，这个没有垫步的。老板拿来，你老板拿来。你快点。我下。哎，这样。前脚抬起来，胯部才会有力量。你不要顶在那边，靠身体，这样没办法。哦。直接收杆。要用那个力学胯部扭腰原理啊。你喺台北县设置各种野球区，等于下晝天速要做嘅训练。总教练庄元文严格嘅注意到每一个球员嘅基本动作。哦，看球进手套，进的人嘴巴自己要喊是看，进的人要喊。进的人喊是干的，喊出来才有信心。进去重心低。啊，不稳的蹲下来接，跪着接也要挡下来。胸宽嘅动作经练习，未来就会减低比赛时醒目嘅纪律。来一次左边，一次右边，两边都要练。哦，滑垒下去，接到再跑，不要偷跑。捕手接到再跑没关系，捕手接到再跑才有效果。哦，偷吃不要偷吃啊！捕手接到再跑，接到再跑。庄元文对民国75年开始，就到设置国小同国中教野球，严格係其一切無改變嘅教學原則。任何一個細細嘅環節，佢都要求學生確實做到。嘴巴喊殺咯，進壘包喊殺咯，大聲一點。太小声了，个子那么大喊那小声。接完球在后面，赶快在后面。大声啊，喊到捕手听得到了。球場上嘅莊元文仲係當嚴肅，因為佢認為鐵嘅紀律係提升球隊建立嘅唯一方法。從細打野球，一精通田間、球線同跆拳道，莊元文本身就係全才型嘅運動員，亦都見得國家本基地。綜合多項嘅運動結合，運用到野球上擺，實在有想唔到嘅效果。效果，他嘅下半身的敏捷度啦、協調啦，哦，敏捷度這種嘅速度移位啊，單位時間內嘅速度移位把它夾，而且最重要嘅協調，你動作協調性各部位的協調性，如果說練得不錯的時候，對佢個人專項進步哦，把它夾。更重要的一點是，他沒受傷。雖然對每一個球員都要求當嚴格，不過莊元文嘅善感度漸漸當石嚟到4年。5年前，佢貼配到台北體驗進修，同運動結合帶入球隊嘅訓練地帶。看一下嚟到球員經過3點鐘嘅訓練之後，還能做來勁嘅動作。莊元文講，你係要本將使用過嘅肌肉有反覆嘅空間，減少球員發生運動傷害嘅風險。棒球都係國家發展研究哦，當多選手從都12開始，當多小學階段是受傷的，給壽命減短。呢個問題咪值得你體育界就去喺你棒球界人嚟注視啊！哦，喺好好照顧佢使用的量唔很多的吧？該個會不會前途運動的生命比較長？
前中华职棒兴农牛区嘅投手秦志強，就係張元文嘅學生，因為認同張元文嘅理念，3年前對職棒退休之後，就來設置各種高球。看到你累死的時候就往外跑了，你往外跑，爛了才會往外跑嘛。對。他的帶隊理念比較保守，但是他是比較為學生的出路着想，那比如說學業方面身體的健康，不能說你為了求成績，你就把選手使用過度受傷，他的棒球生命就減短這樣。當日下晝2點半，設置各種野球區就要開始練球。學校冇球場，僅行到坐巴士去離學校3公里遠嘅市立球場練習。巴士嘅司機就係張元文。其實一台小巴士係張元文同銀行貸款80萬買嘅，專門用來載送野球區。為到省經費，張元文還走去考太客車駕照，安尼就唔是額外請駕駛。對野球區嚟到新外世界成員來講，張元文像係嚴格嘅阿爸，亦係慈祥嘅阿妹。究竟打球嘅時係突然間嘅魔鬼教練，冇打球嘅時關心間是在講係當酒托。就是教練除了叫我們打球，也會叫我們讀書，然後上課要專心，還有球也要顧。各種2年生嘅吳蔭田係有名嘅野球選手，現任職棒新泰區總教練吳福連嘅奶。從細看阿爸打球，佢希望同阿爸相款。唔單止吳蔭田，野球區地擺大家成人攏有一個野球夢。大家人都希望將來變做王建民，帶兩件追求夢想嘅就係張元文。打棒球就讓我覺得很快樂啊，然後因為總比在那邊讀死書好啊。因為我媽從小就希望我長大可以當那種就是讀書有前途那種人，然後我會覺得運動比較有趣啊，然後就會想要繼續打。那像你這樣去打，你媽媽你家裡會反對嗎？之前國小要畢業的時候有反對啊。然後後來你怎麼跟你爸爸媽媽？因為就後來我就說我想打，然後教練也有到我家拜訪，然後就說服我媽媽，然後我媽就讓我繼續打。你晃神了嗎？他就去去奧呢，他沒有比啊。去奧他幹嘛比？放棄啊。有啊，就咬緊牙根就過了這段就沒了，就是練的是自己的嘛，然後得到也是自己的。一間簡單嘅房間就係野球區嘅宿舍，因為當到學生攏係對外地來講，張元文仲係特別照顧嚟到離開故鄉嘅成員。排水溝無通，張元文弄自家來。球場嘅維護，張元文又冇披薩高手。現披薩做球了，佢唔會，佢唔理嘅要領，做落去嘅東西不一定可用。但球場運作到佢嘅人講。嘅運動的氣候環境係好適合練習嘅感覺，效果冇咁樣。就算遇到細細嘅石頭，也係空空缺缺。張元文弄自家錢，就將球員羽毛生意就vào桌上。大概係下晝練球，用劈踢到體力。嚟到當套發育嘅球員當態勢，大家人弄老虎沙，
日员讲嘅判赛根本唔辣，不过雪爆判还算得吃困，因为要夜間練習定見。夜間訓練對7點半到9點，任何一個細節攏算得清彩。張俊文仲係陪定那條聲音練習，到當暗將轉不卡。兩個對好，手伸出來哦，手伸出來哦。進去要確實哈，進去要確實。嚴格嘅訓練，日本實際各種野球隊和管委幫談有了體會，今年竟就拿到2座台北縣嘅冠軍。到實際教野球，一教就係21年。張俊文帶出當個國手級嘅球員，成為一幫藍鳥興趣外野手王龍義、興隆牛區投手蔡聰南，攏係佢嘅學生。做了21年嘅教練，本張俊文教過嘅學生就已經算唔清。佢講帶領學生進入野球世界，就係千泰嘅成就。左腳尖，還有棒頭在這一點打到球，哦，不要太遠了，好 ，OK。教練手往後的時候，你就可以準備了。來，好球。對，現在慢慢後腳會用到力咯，腳尖不要提起來，提起來沒力量。他是剛進來的時候是空白嘛，馬開始唔跳，你搞到佢會傳接球，會傳球，會得球，會打擊吼。規則會，然後比賽嘅感覺，團隊精神，嗰種嘅感覺，用錢買唔到嘅感覺。我可以也有，你也有，我也有，當要展現嘅口號喊拍，球員拿定手套，繼續打拼野球夢。教練張俊文就會帶領那條聲音辛苦耕耘嘅人等。為到一個外地球員係個問題，張永文同屬老球嘅欣賞宿舍改建做球員嘅宿舍。周邊嘅時節是做過組頭權嘅佢，有時節還會自家做泰國飯本球員室。張永文唔單止教學生嘅用嚟打球嘅，還較關心佢哋嘅運動生命，還教導佢哋生活嘅態度。本野球當係長春期嘅聲音咧，前到現實嘅目標，唔會前踩迷失方向，真正做得講係球員嘅嚴師慈父。今日嘅節目就做到呢邊，感謝大家嘅收看。假使有乜嘅想法，也係意見都歡迎讓我哋講。你做得打電話到0226338200。0226338200嘅客家電視台，各位拜感謝日嘅收看，希望大家按時四再會。